咱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。先来看到要来拼便当市场，代替又搁推32款经典含创新的代替便当。其中日本式烘三文鱼便当卖上贵，爱2.5。那加咱台湾也有12间日本铁路公司嘛来车拼。日本便当造型较特殊，加特别做的麻鱼饭饭卷放入去观光特急列车的柜仔里，爱399块。另外11月起，敢若卖4天。台湾也有日本的铁路便当，要做伙拼一个输赢，好食一通，食一个够开。就这样冲。若讲到铁路便当，一定爱食招牌菜色。艺人黄子佼甲阿喜啊，因讲甲安尼喙角焦破，尾下要是挡袂牢，猪先家夹起来试一个咸正一个。今年拢总有12款的新口味，直接提前来个小介。我们在去年卖了1053万个便当，我想它这个意义当然会增加我们的收入。但是更重要的，满足各位的味蕾；更重要的，让可以满足大家的回忆。这个米酒馅的烘鸡排，过来甲撒一寡马告粉，过来甲豆豆花兰特产金尖笋甲鲷鱼。这个有烤煮原面风味的，还有这款用咸猪肉豆豆鬼头刀的香菇菜，嘛是足成人的。另外，亲像宜兰的樱桃鸭便当，佮掺金枣含三星葱仔菜脯卵，含这个红梨烧条便当。强调在地风味，因的介绍伫100至205中间。日本的便当是冷的，台湾是热的。第二个是台湾的便当比较多彩多姿，日本的便当比较色泽比较简单。那第三个是，这个很重要，就是台湾的便当比较便宜。其实唔那咱台湾尔，还佫有12间日本铁道公司嘛来遮拼一个。双边来甲比较一下，这款台湾日式的烘鸡仔鱼便当，内底有米寿鲜的鸡仔鱼，这种便当2.5。也若日本便当以造型较出叫的，甲特chế麻鱼饭卷，甲放入去观光特急列车的柜仔内底，一个是399块，另外佫有入这个煎鸡含塔马豆开口饭。吃的拢食着大心，佫有滋味，还佫有掺其他的这个特制款。伫11月开始限时4天来供应。台湾甲日本的铁路便当来甲拼气味，要互食食客学老家会得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